歡迎返嚟我哋 LCM Design 嘅 channel 啊！今次嘅設計單位係響元朗嘅朗天苑，一個384平方尺嘅兩房單位。大家都知今時今日 MIC 建築嘅樓可以改動嘅靈活性唔高，如果做得太多儲物櫃，會令到視覺上都幾壓迫下。所以我哋今次會將儲物嘅空間撳低，再用弧形線條去拉返闊整體嘅視覺。首先，我哋用企板作為雪櫃側面嘅遮擋，跟住加裝可摺疊嘅掛衫架同座椅，慳位之餘又滿足到掛衫同換鞋嘅需要。跟住大門隔離咧就可以做一組過嘅 C 字櫃啦，咁可以擺到每位家庭成員嘅鞋之外，右邊高身位置仲可以擺放大件啲嘅物件。嚟到電視機呢邊，正如開頭所講，為咗令空間冇咁壓迫，我哋簡單地用維新背板去取代油漆牆身，一邊用弧形嚟做收口邊，另一邊就係出入主人房嘅暗掩門。我哋亦都以地台形式去呈現電視地櫃，一嚟視線範圍內唔會出現咁多櫃咁壓迫，二來地台係連貫埋入主人房，響使用上會更加方便。沿住大廳入到嚟主人房，下邊係貫通大廳櫃桶嘅地台。當拎走地台板之後，就係一個好大嘅儲物空間。當地台已經夠位擺嘢嘅時候咧，衣櫃就可以釋放翻些少空間，用嚟做床頭櫃同飾物櫃噶啦。講咗咁耐大廳同主人房，係時候到阿女房啦。我哋用組合床嚟建造咗一個屬於阿女嘅小天地。組合床嘅左邊係一系列嘅樓梯櫃，當中有掛衫嘅衣櫃同埋唔同大小嘅櫃桶，方便將唔同嘅物品分類擺放。中間就係一張好長嘅 L 型嘅書台，除咗放到文具電腦之外，成個空間都可以俾阿女同朋友仔一齊玩。而右邊就係一組高身嘅飾物櫃，同埋響上高床頭位置，我哋都有一組吊櫃俾阿女擺放毛公仔。好啦，今次嘅設計單位介紹嚟到呢度啦。如果你哋對室內設計同家居裝修有任何疑問嘅話，都可以揾我哋幫手噶。同埋我哋響 YouTube 同 Facebook 都有唔同風格嘅單位參考，大家可以上去睇下噶。多謝。